家，你们能不能分辨哈？请看第一题哈，这个结构呢，你们自己回答。马达亚的工作吧。喂，绵绵老师，你的麦克风，嘿，稍微关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，好的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比较哈，你看啊，马达亚的吉妈妈，爸爸工作了，这是什么结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不及物，所以这个叫 V 加 S，OK，对不对？好，马达亚的吉妈妈就是 V 加 S，因为后面不马达亚是个不及物动词，阿美族的工作，爸爸工作去了啊。再看第二个呢，米嘎瑞吉妈妈一路都什么结构？中文是说米嘎瑞是砍柴啦，爸爸在山上砍柴，你们不要不要文字被骗了哈。来，米嘎瑞吉妈妈一路都这是什么结构 V 加 V 加 S 加 O 有吗？有 to 加名词吗 V 加 S， 啊，一路都啊。我现在是这样子问你，表示呢，我在提醒大家，就是说那个就是重点，因为你们看的时候被文字骗了啊。你不要以为说米嘎瑞是 S 啊 V， 吉妈妈是 S， 后面还有东西，你就乱猜了，猜可能是 O 了。这里没有 O， 米嘎瑞就是不及物动词。请看一下，没有 do 啊，有受格的时候一定有 do 加，看这里。有没有看到受格一定有什么呢 ？do 有没有？有 do 这个叫做受格。更前面呢，你看啊，这个一个受词的，它还是有 do 你当起呢 do 否定啊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这个 iludok 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iludok 是地方副词，对，地方副词，在山上砍柴，在山上，它是一个地点。只要是个地点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海边，在山上，在河边，在哪里，在家里，在学校等等，都是一什么地方，那就表示是地方副词。地方副词不属于结构里面的元素啊。所以它是一个修饰语而已，它是修饰动词啊，所以呢它不算，所以第二个句型呢还是 V 加 S 啊，这个不要被他骗啊。来第三个更简单的来，马夫爹去赢了 V 加 S， 是 V 加 S 对不对？好，再看第四个来，马夫爹去赢一把咕隆案，好 V 加 S， V 加 S， 一把咕隆案是什么？牛棚，在牛棚里面睡觉。牛棚是受词吗？还是地点？地点。对啊，地点就不是结构啦，所以你还是这样。如果考试的时候呢，后面如果给你一个夸父，你这个请你写它的结构，你只能写 V 加 S， 那个后面都不算。为什么不算？因为它是个地方副词，所以地方副词都不属于结构里面的元素啊。好，再往后看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后面再练习。米扎盖基伊纳多西纳份儿，这是什么结构 V 加 S 加 O。OK， 很好啊，你们已经知道后面有一个 do 有没有？妈妈买什么？菜后面有一个 do 加名词，所以我们do这个叫做受格标记。只要看到 do 的时候呢，几乎啊。当然，有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 do 后面都会有名词啊 ，do 加名词，通常都是受格，都是宾语了 ，do 加受词啊，所以呢，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字，不是一哈 ，do 什么东西哈，这是很基本的，后面还会有一些小变化哈。来，再看第六题，米扎
该基因呢都是那份一把迪亚麦这么长。好，请你看一下这个句子，跟这个前面的句子是一样的。V 加 加 O， 那个一把迪亚麦是什么意思？地方副词。一把迪亚麦是在街上买菜，所以呢，地方副词。如果这个句子跟第5句、第6句同时都给你的话，结构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把它这个乱猜说哇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懂了，你就会知道说你就会把这个一把点麦就知道是地方副词，你就根本就不甩它了。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，你就会猜可能这个是 V 加 A 加 IO 加 DO 去了，有时候会有可能这个现象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句啊。米利说吉伊娜伊吉阿公案，这个什么结构 ？V 加 S 加 IO。如果只有一个受词的话，就 O 就好了。米利说是拜访了，妈妈去探访谁啊？阿公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这个字是受个标记哈。我现在暂停一下，都是受个标记，也就是受个标记。有什么时候怎么样分辨，知道吗？怎么去分辨这两个都是受个标记？就人称代名词或名词。OK， 你还记得哈？如果是一般的名词哈，都是用都。如果它的受词是人名的话，比如说你说吉那一吉巴那样，有没有？人名的时候一定有一吉巴那样，代名词的时候呢，也是有一达古瓦难、一达摩瓦难等等，或者是特定的名词，叫做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像这个就自己的阿公了。你说吉那一吉阿公案，就是妈妈去探访阿公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当受格标记的时候，只有3种现象：人名、代名词跟特定的名词。还记得吗？什么叫特定名词？只有自己的爸爸、自己的妈妈、哥哥、姐姐，这个叔叔阿姨，自己的人，我们就用一什么什么案，这个特定的自己的亲属啊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样子第8题我们再看一下。米利说去巴奈读伊那尼伊拉。好，这里有什么差别？这个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哈。米利说去巴奈读伊那尼拉，巴奈呢去看他的妈妈，这什么结构 ？V 加 S 加 ？O 在哪里？伊那安尼拉，读伊那尼拉。都伊那尼拉，答对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个比较呢，你们稍微有知道说它是不及物动词啊，然后呢，有时候是及物动词后面是，有时候是以及阿公案啊，有时候读西那份儿，那个都跟这2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让你们分辨说，都后面都是一般的不特定的名词啊，你要写起来哦。一般的不特定的名词啊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练习啊，这个呢还是比较啊，后面的这里面啊，这个是第2个比较哈。好，这里呢你们再去看一下哈，分别下来的句有什么差异呢？请看哦，这个开始要有一点点要动脑筋了哈。米当当吉那杜夫定，来，我这里呢就可能要请同学稍微再请你看它的结构了哈。刚才呢，我们现在是请陈金英老师念一下第1句好吗？陈金英老师在吗？麦克风，嘿，好，我刚刚念的是许信燕，对不对哈？
今天是上面还有一位老师陈玉秀老师哈，现在陈玉秀老师。我不是老师，我还在学习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我称老师是对每位老师的尊敬啊，尊重啊，我们大家都将来都要变老师的啊。好，这个你在学习，将来也会当老师了啊。来，第一句，请你念一下好吗？告诉我它的结构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字有一点错误啊，稍待一下好吗？我把它改一下。这个上一次已经看过了，这还是没改到啊。这一题哈，夫什么？应该是这样。否定。好，请那个陈玉秀老师的同学来念一下第一句。你当吉伊那杜夫丁。好，这个结构是什么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听第一堂课，我前面没有听到呢。哦，好了，那我就下面就先请下一位老师来，请金英老师。陈金英老师有在线上吗？他没有在线上。好，来陈连美老师。第一句，请你当吉那杜夫丁，好，就是 VSO。答对了，100分哈。V 就是你当嘛。对，那个是 V 嘛，然后吉那是 S 啊。就是你当的人就是他嘛。伊那呢，煮什么东西呢？鱼就是他煮的东西嘛，受词，所以 VSO 正确的哈。OK， 好。非常好，来下一位呢，陈冠廷老师。陈冠廷老师在吗？有没有在线上？没有的话，他可能没有在。陈清英老师是因为打不开他的麦克风哈，没关系哈。那陈冠廷老师如果没有听到，如果麦克风有问题，然后就跳过彭巴奈你当吉伊那杜夫丁以斯费。好，这什么结构 ？S 加 O。OK， 那以斯费是什么？地方副词。对了，所以你如果说要教你写句法的那个结构的话，它还是跟第一个句子是不是一样？对哈，所以以斯费就不要列入了哈，所以这个 VSO 哈，正确答案哈。好，下来凯明凯明也是，要不要试试看呢？凯明在吗？凯明都不在，因为我是用录影的节目，他这时候都有事。那好，没关系，好。凯明有事了哈，他是总司令啊，他有很多事情要做啊。这个他要规划很多的课程就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下来阿夫阿密嗨，给说，这是第三个句型来第三。米巴扎盖吉伊那杜夫丁杜菲要。OK， 很好。那个老师，我还不太会那个语法。米巴扎盖是麦嘛？谁麦？我问你先，麦是伊娜妈妈。妈妈是卖的人，她是主词嘛，一定是有一个主角嘛。主角干什么？他卖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他后面呢，伊娜是主词，就是他是个主角。那后面呢，整个都叙述呢，就是伊娜的动作妈妈伊娜伊娜是卖什么呢？否定卖鱼，卖一个呢？后面有一个非要好，哪一位同学知道这个记法？好。V 加 S D O 加 O 加 D 加 I O 加 D O 加 I O。OK， 很好。第三句我先放大第三句就是说，第三就是
米巴扎盖吉伊纳杜夫丁杜菲奥，那个两个有度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又有一个度，有没有发觉到啊？是不是两个 to？ 后面又有 to， 有没有发觉到？妈妈卖鱼给谁呢？卖鱼给邻居，菲奥，菲奥是邻居。卖鱼啊，卖鱼给邻居可不可以？我现在有很多人，我就卖鱼给我的朋友，可不可以？那我卖鱼给邻居可不可以？当然是可以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结构叫 V 加 S 加 DO 加 IO， 这个 O 两个 O 呢，两个都是受词，这两个受词里面东西就用 DO， 有生命的人物我们都用 IO 啊，所以这个叫做 V 加 S 加 DO 加 IO，OK， 好，下一位，来挑战一下哈，来那个 Carry 吴哈 ，Carry 在吗？印尼都，印尼都好，来这个比较难哦，但是我看看你的第三的下一个，第三题，第三有2个。好，我试试。Mi bazakai ji ina tu fu ding i fi yao。好，有什么差别？就是妈妈在隔壁卖鱼。OK， 很好。好，这个结构是什么？这个就是 V 加 S 加 O。哇，你好棒哎！你都可以把这2个分辨出来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哈。来，在座的老师们，我再把它放大哈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你看呢，2个全部都一样，对不对？米巴扎盖基因啊，多福丁妈妈卖鱼哈，你看后面卖鱼卖鱼给他的邻居，就是对这个卖鱼给邻居，这个是有没有特定的哪一个人呢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就卖鱼给邻居啊，这个字。但是呢，第3的后面一句呢，就是在邻居卖鱼，有没有一样？卖鱼给邻居跟在邻居卖鱼有没有一样？你们想想看。我家可能是在巷的里面，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卖，所以我就借一个小摊位，就是我的邻居呢。刚我的邻居是刚好在马路旁边嘛，那我借了的摊位呢，我就在邻居那边卖鱼，可不可以？所以第一个句子呢是卖鱼给邻居啊。我可能会这个邻居我也卖，那个人我也卖，朋友我也卖，我都卖鱼给我的朋友，可不可以？都可以啊，我卖鱼给我的邻居也可以。可是下面这个句子呢，我在邻居那边卖鱼，怎么的你不在你的家卖鱼？因为我没地方啊，我都在巷子里面呢。好，所以呢，刚才Carry 老师就说这个是 V 加 SL 是正确的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安信息，这个是在邻居卖鱼啊，一个是卖鱼给邻居，是不一样的意思哈，这意思不同哦，但是都可以这样子用，但是你的意思有差别。但是呢，我们在看文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可能有这种很细微的东西，他是卖鱼给邻居还是在邻居卖鱼啊？你要看清楚那个字哦。是一呢，不是度呢，这个问题呢就会产生一些误会，原来是在隔壁卖鱼啊。好，现在呢又更清楚了一点啊。好，再看下面一句就知道了啊。来，我们下一位呢这个是我很熟悉的好朋友啊，Farios Brian 来第4题，请你分析一下。来。Mi pacakai Cina tu fuding i suraratan。OK。妈妈在集会所卖鱼。OK。
OK V 米大概及那 S 的否定 O。OK，然后100索拉分哈。旦是地方副词，地方副词，地方副词要不要写上去？不要嘛哈。啊，答对了。最后那个伊苏拉拉旦是地方副词，所以它是 V 加 O 哈。这地方副词呢，我们通常呢写结构的时候都不把它列入啊。好，很好，没有问题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呢，我先请这位老师念完以后，我再分析一下，让你们比较一下哈。陈新阳老师在吗？陈新阳，来懂？陈新阳老师可能我没有在线上，这是麦克风的问题啊。好，那后面呢？我看一下前面哈，刚才没有念到的有没有？刚才没有被陈金老师麦克风有问题啊。然后呢，好，请翻开，请看一下，我用放大哈。请老师们注意看这里哈。第3很特别哈，你要特别注意到，第3是一个今天要讲的一个问题啊。妈妈卖鱼给邻居，跟在邻居那边卖鱼不一样哈。所以 if 要跟伊苏拉拉旦这个呢，伊苏拉拉旦跟伊巴迪亚麦，这个是一样的意思。它只是问题就在第3题，这2个是有一点差异的。那我们后面都很清楚了，你把扎盖基那多夫丁伊苏拉拉旦，他在聚会的地方，聚会的我们叫聚会所了。可是如果是我们还可以讲广场了哈，他在广场那个卖鱼，那这个也是地方副词。那第5个呢就更清楚了，伊巴迪亚麦就是在市场，在街上啊，那就是妈妈在街上卖鱼，那根本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一个是在街上，或是在广场，或是在邻居，这个后面都是一，都表示地方副词。所以呢，这前面的3个3个句子呢，都是 VSO 而已啊，都是 VSO。只有3的这一题呢，比巴扎盖基那多夫丁都非要，所以这个那个都跟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啊，是卖鱼给邻居。而不是在邻居那边卖鱼啊，所以这1、2、3、4是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啊，不晓得这样子讲有没有清楚啊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第六题了哈。好，第6题我们又前面又回到前面来了哈。来，那个佩文老师在吗？王佩文。好，没有听到王佩文老师不在哈，那我们就先跳过啦。吴新慧老师，嗨，你现在是第6题。第6题，嗨，米巴弗利古新西读音必读西读，这个的结果米巴弗利是为 V 加 S 加 O， 那个读音必这边是那个。音必是 I，O， 音必是 DO， 不 DO， 读西度是 IO。对了，这样就对了哈，正确哈，很好哈。OK， 就是这样子啊，先把你看得懂句子，这个是第一步吧。以后句子会越来越多、越来越长、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怎么办？它基本的架构都是这样。句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长，是多了什么东西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只多了一些修饰语而已啦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太多，我们思维越来复杂的时候，很多的修饰词啊，它就会一直加上去，一直加上去，所以变得句子变得很大。但是呢，那个结构呢，一定要先抓那个最要紧的那几个关键字啊。你抓到以后呢，其他的字哪一个字修饰哪一个字，马上就清楚了。所以你翻译的时候呢，就跑不掉了啊，就不会跑掉啊。这样子翻译起来呢，
就可以翻译得很清楚啊。好的，我们再下一个哈，那个李英香老师第7题，你可以念一下吗？はい。Mi pabrik kusinsi tu impis I takuanan。好。哦 ，V 加 S 加 D 加 DO。好，这个是有一点为难你了啊，因为这个下面的就是我们要准备讲这些东西。我告诉好，你已经教到这里，后面你不晓得后面要用什么，是 IO 还是 TO 不知道。好，其实你已经讲对了哈，但是呢，我告诉大家哈，后面的伊达古安难叫做 TO， 不是 IO 啊。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是特定的对象啊。你看一下哈，这个顺便可以做一个解释。你把弗里国信息都 embed 都吸多来，老师啊，我先把它放大，因为我也看不太到。请看一下第6题哈，你把弗里国信息都 embed 都是不是前面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问题这边是有。do embed 后面是 do 西多，老师分送铅笔给学生。好，我问你，几支铅笔你知道吗？这个班纳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是几支，对不对？那几个学生你知道吗？几个也不知道是多，所以这个叫做不特定的了，都不特定，都不知道是什么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 DO， 这个 IO。但是呢，第7题你看一下，你把弗里国信息读 embed， 这个也是几支铅笔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问题来了，我这个字是不是很特定？我之外还有谁吗？我没有特定的人，知道吗？老师给我铅笔，你给我几支都无所谓。但是呢，他给的对象是我就是一个特定的人。把弗里国信息对应一起买药万，他就是给买药，买药就是一个特定，不会有第二个人，我们叫做特定。那你看把弗里国信息都应都西多，他给学生哪一个学生呢？反正全部都是学生呢，所以呢，都后面的人呢是不特定的，记得吗？所以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不特定的是用多，特定的有几个？只有3种人，有人名，比如说我这边是伊达瓜难，我可不可以改成巴奈那边呢？巴弗里国信息都因别一及巴奈样，也只有巴奈一个人呢。啊，那个老师给爸爸一支铅笔呢，巴弗里国信息都因别一及妈妈案，那也是我自己的爸爸。特定的只有这3种。如果不是像第6题后面的，如果不是特定的话呢，通常都用都啊。把弗里国信息都变多哇，多哪一个孩子有很多也不知道特定。把弗里国信息都变一起过来3，那就变特定的那一个人，那就是那一个人，那就会变成人名了。所以一跟多2个都是受个标记啊，受个标记，但是呢，特定的要用一啊，不特定的是多。好，所以我在讲，你把弗里国信息都因必须一大关难，这个叫特定的。你把弗里国信息都因必须一起马ran案也是特定的人。所以呢，特定的我们后面都是用一人一什么。所以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啊，所以我们有4种句型啊。好，讲到这里呢，我们来换，各位老师，我讲这里有没有听懂了？都后面呢2个都是 IODO 的话呢，就后面2个都是不特定的啊。
，IO 后面如果是特定的人，就用改成 TO 啊，叫 target object，target 啊，它就是一个特定的，就是目标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把 PPT 放大啊，请看一下咯，这个好，现在就变成这里了。现在在这里就很容易就进入了第4个句型了。一样的，谓语、主词、东西，我们都叫做 DO 嘛。刚才人呢，我没有讲特定啊，人的时候，一般的人呢都用 IO 嘛。这个 TO 呢是指很特别的人，不是只叫他的有名字，或是你，还是我，还是他啊，这样代名词。所以呢 ，TO 这个字呢是人名、人称代名词，或是特定的人。谁是特定的人呢？吉娜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吉妈妈是自己的爸爸，以及娜安，以及妈妈安，这种呢就是自己的家人呢，我们叫特定的人。如果不特定呢，就不用记了。姑伊娜、姑妈妈也姑啊，杜伊娜、杜妈妈也是杜啊，不特定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 TO 改成对象啊，对象。所以 TO 很容易分辨，它一定是人名当受词，还有呢人称代名词当受词，还有特定的人当受词，只有这3种没有了，我们称为对象就好了啊。所以呢 V 加 S 加 DO 加 TO 是对象，这样可以听得懂吗？各位老师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看下一个 PPT 哈，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咯 V 加 S 加 DO 加 TO 这个字呢，我们叫做特定对象。宾语刚才我们都学过了，谓语、主语、受格，东西就是 DO 嘛。TO 是人，但是它是特定对象。特定对象是指谁呢？一样嘛。以达瓜难这个叫什么词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代名词，对不对？不，人称代名词。以及那么汉呢，我们叫做什么？人名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以及法基案呢，是特定的家属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这3种只有是这3种以后，它的受格标志不是 do， 是用一。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啊，刚才呢，你巴拉萨、吉马朗、杜法纳，啊，后面杜伊朗、杜菲奥、杜嘎波等等。现在呢不是，现在后面是人称代名词、人名跟特定的人的时候，它不是杜了，是用一。你不能说你巴拉拉、吉马朗、杜法纳、杜达国难，不可以。do 打关是不可以用的，只有是不特定的人才用 do 啊。我再给你看一下有什么差别，这个有没有发觉到？你巴拉拉、吉巴朗、多法纳都以上，哪一个以上？有没有讲是哪一个以上？他以上很多人呢、没有特定。没有特定。巴拉达、吉巴朗、多法纳都嘎布有很多的朋友啊，有没有特定？没有特定。啊。巴拉达西方呢都非要是哪一个非要呢？邻居有很多人呢，所以呢，后面的 IO 呢一定是不特定的啊。好，所以这2个都是都，就是 IODO。现在呢，我再回到现在的 PPT 来了，你看看这里面，你巴拉达吉马朗多法纳一打古瓦难，就是一定是我了，还有谁？就是特定的人，以及那么汉也是特定的人，是那么那个人，不会有第2个人。所以特定的受格呢，要用特定的受格标志，用一打关案，一及那么汉，一及法基案，一及伊那案，一及妈妈案都可以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句型。这样能不能分辨刚刚的 DO、TO 跟 DO、IO 可以分辨吗？
可以，可以分辨哈，可以分辨的话，我们再做练习看看哈。来，先来一个简单的哈。好，先做练习，然后再做挑战哈。来看一下。好，我先讲3个，然后呢，后面呢，请几位老师来试试看。Mipafatis 这个字 ，Mipafatis Cimarang Tu Titik， 他分享猪肉给谁呀？他一定会讲，所以这个叫做 Mipafatis， 就是属于双受词的及物动词，后面一定有东西也有对象。你看呐，Mipafatis Cimarang Tu Titik Itamianan， 还有谁吗？就是给我们呢，是特定对象，所以Itamianan 啊。所以这个是 V 加 S 加 DO 加这个好什么什么 TO 好，再看第2题啊 ，Mipafli kosingsi tu impis I takuanan， 是什么结构？老师送铅笔给我。V 加 S 加 DO 加 EO TO。哦 ，OK 啊，大家都会稍微已经慢慢有那个认知了哈。再看第3个哈，你把能是说给人家看 ，show， 吉那就是妈妈给人家看东西啦，什么东西呢？你把能吉那读下信就是照片，以达米亚难给我们看照片。好，这样看得懂句法了吗？句型是。V 加 S 加 O 加 EO，OK， 很好啊，你们就这样子，就很正确的这个基本的基本功啊，先把它弄通啊，下次来加了一些句型变长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乱掉啊。好，我们刚刚请尹香老师念了嘛，对不对？刚才是谁啊？好，刚才是新慧老师还有李云香老师念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马上都搞过。过啊，你刚才是，就是你找的是这个超前部署的一位老师了哈。你刚刚你就是应该讲这个，你再找一个来第4题你来念，你看看能不能找得到。第4题，云香老师第4，请念一遍。米巴猪猪五。Mamu tuwawa iji panayan。 好，知道里面的意思吗？麻木是阿嬷。哦啊。米巴猪猪鸡。把猪猪是喂奶啦。喂奶。但是麻木还有奶吗？阿嬷还有奶吗？阿嬷就没有奶了，就跑到板奶那边给孩子吃奶了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就说阿嬷呢带的那个给那个小孩子呢，把阿嬷带小孩子叫板奶给他喂奶，有没有？你把猪猪就是把猪猪以及板奶就是对象是板奶，就是给孩子喂奶，在哪里呢？在板奈这边呢，在他这个板奈这个人的身上啊，吃他的奶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奶结构是什么？V 加 S 加娃娃 IO。有看到 to 吗？ to 娃娃是没有 IO 的啦。to 娃娃啊，对 ，to 娃娃是名词，所以这个是 IO。还有呢，后面呢，一般那样。一般是 DO。不是，再想一下。DO 还是 TO？DO 是东西呢，板奈是谁？对象。IO 啦。对象。
好，来，我跟你们看一下这个好了。来，这个叫谁？这个叫什么？特定的人与这个叫对象，叫对象 TO。TO 只有是你看了几巴那样是不是几那么汉？那个是人名啊，后面是代名词，你们要记一下什么叫人称代名词啊？什么叫做人名当对象啦？啊，本来它也是 O， 也是个受词，但是把它当它也是 O 啦，但是它那个 O 是跟前面那个 IO 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里是特定的，叫 TO， 特定的也是它也是受个 O 啊，但是特定的对象，所以呢，一打过难，一几班那样，一几发给这个一这个字叫 TO， 记得是 TO， 不是 IO 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这个画面来。这个啊，刚才是米巴这个米巴猪做鸡，米巴哪里去啊？米巴猪哪里？刚才是这里哈，米巴猪古妈妈杜娃娃一起把那这个叫做 V 加 S 加 IO 加这边是什么 TO 哈 TO 哈，因为它是对象了，因为你看的名字啊，人名跟代名词都叫 TO， 就是这样哈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可以吗？麻烦那多所以呢，记得呢，好，再下来呢，听云老师，林庭云老师有在线上吗？好，有。你在第4题看看，刚才是第四题。等一下，我弄错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是跑掉了。第5题。等一下，跑掉了。好。这里。第5题哈。Mi ba usah ci ina tu tafu i ci mama an。V 加 S 加答复是 DO。好，再来加 TO。OK， 正确了，是 TO。你看看这个 TO 为什么是 T 呢？他是不是只有一个人？是自己的爸爸，对不对？妈妈送便当给爸爸，对，还有谁？只有一个爸爸，对不对？那也是特定的，自己的，比如说自己的家属啦。比如说我问哥哥，哥哥，妈妈去哪里啊？你把我杀鸡呢？都到飞机妈妈安，那就自己的爸爸。所以呢，后面有3个 TO 了。第一个呢，一起妈妈安就是特定对象。特定的人名叫 TO， 还有呢，一起把那样是不是人的名字？也叫 TO。一大关难，一滴酸难，一大面难，这个叫做人称代名词，也是 TO。所以它的受格标记都是一这样，不是都。这个很重要哈，那个一跟都就那个头昏脑胀了哈。好，现在呢慢慢已经了解了，把那个一大面按一起把那样一起慢慢按，这个都是 TO TO 特定的对象OK， 很好，这个听雨老师已经有功夫了哈。来，苏贤老师，请你练习下面一句哈。Beli ci ina tu baisu i ci mayawan。 OK， 很棒。妈妈给麻药钱。OK， V 加 S 加 DO 加 TO。 OK， 哇，太优秀了嘛。好，下一个，剩下2题哈。林惠美老师，第7题。你把sangat ci ina tu furi i ci panayan。 V 加 S 加 DO 加 TO。 OK， 正确。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是妈妈，
我不晓得巴桑啊，巴桑就是定做衣服哈。定做。对，在巴奈那里定做，不对，嘿，毛衣就是给巴奈定做衣服。OK， 对了，所以很多的词汇，这个米巴桑啊，吉那杜马安，伊吉马安哈，它这已经是巴奈。好，也是正确的答案呢，只是这个字比较不熟啊。米桑啊是原来做嘛，米巴桑啊就是给人家做啊。好。在最后一题，林智慧老师，第8题最后给你咯。好，Misalnya berapa kuyu cai atam rau tujilah itamianan。好，那个穷人向我们借盐巴。OK， 好，分析句子。V 加 S 加 DO 加 TO。OK， 正确。来，那请问你？那个 S 在哪里 ？Pakuyo在atam rau。OK， 你讲的正确了哈。如果我再问更细的问题，那 Pakuyo在 R 是什么？形容atam rau。答对了，前置修饰形容词，对不对？修饰的话是不是可以拿掉？atam rau。把修饰语拿掉的话，只剩下什么？米扎溜古拉当烧，是不是变成这样？米扎溜古拉当烧多起啦，伊达米安就变成这样。我刚刚有说过嘛，修饰语会让句子变长的原因，是因为前面加一个修饰，后面再加一个修饰，那尾巴后面又再加一个句子，句子就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但是呢，你不要被那个修饰语影响到了。你看，我现在把它变成很简单，是说把修饰语拿掉啊，就是把国有在啊，就是穷的人哈，把国有在啊拿掉，只剩下呢，米扎溜古拉当少多吉拉一大面呢，就变成完全都是结构里面的东西了。所以你说的是正确的啊，就是 V 加 S 加。吉拉是没有生命的，所以 DO 伊达米亚是用 TO， 因为是特定对象就用 TO 了很好，非常的这个清楚啊。那只剩下2分钟，我要看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回去呢？我给你们一点点，最后面还有啊。我们 me 动词讲完之后，开始有 ma 动词了。有自主动词的用法，还有处置动词用法，还有特殊动词用法。我们看看动词能不能今年度全部把它上完。你们动词学通了，那后面呢，都是一些这个怎么讲，就是都是跟修饰有关的东西了啊。刚刚有好，刚刚的挑战，比如说刚刚是讲到这里嘛。你们回去呢，你们先做一个练习，请你拍一下好吗？我给你们都回去，你们自己练习。这个是呢挑战啊，你把它的结构呢，你在后面跨符，这个是属于什么呀？是 V 加 S 加 O 还是 V 加 S R 加 IODO 还是 V 加 S 加 I 这个 DO 还是 TO？ 你们我现在是给你们我看有2个礼拜呢，好，你们现在这个部分呢，就你可以你们自己练习一下哈，回家练习，你可以自拍一下。另外这一周因为下周你们2周哈，所以挑战2在这个也请大家拍一下，你们自己先做看看，因为这个挑战包含了。句型1、句型2、句型3、句型4都在里面了啊！你们如果是都可以做，我们下次来先讨论这个啊。如果这个都 OK 的话，大概 me 动词就 OK 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啊。好，请问在座的老师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提问啊？好，我现在把 PPT 要关掉了哈。好，在座的老师，好。
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各位老师？好喂，没声音了，听不到。Ira ko tatangin na mahal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。那么就回去先练一下，然后你先去找找看这个句型，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？会不会下次我们这个核对的时候，你的答案是不是 OK 的啊？如果 OK 的话呢，后面的学习可能就会更顺畅了啊。好。Manaca matangasa toko toki tatukian nomita o hatini ko pinanam nomita anini atataya sangai hato ko fote embaran toko tirang no namo hau hatini Hai, agak Sisi, Arai. Arai, Terima kasih. Arai, Sisi.